续来看台中的南区发生着连环车祸。昨下晡，一个67岁驾驶驶货车经过美村南路，为后壁共追撞2台的机车。追撞了后，货车无停落来，是继续甲2台机车连人往头前刹。上尾搁去弄到一台货车才停落来。警方赶到场，发现这个货车的驾驶反应慢钝，进行时身体无爽快。 事后家属讲，当时这个驾驶是中风了。警方讲，若是受伤的骑士要求赔偿，家属就要提供到中风相关的证明。一台货车经过路口了后，直接对撞头前的2台奥特曼，2个骑士未负反应，轰撞倒在地。严格司机撞到人了后，佮继续驶，2个骑士连人带车，互货车塞入弄。 落尾司机是弄到头前另外一台货车，才总算停了该。那有2位受伤的，对，受伤的，就是听同事在那边说这样。他们伤势有很严重还是怎样？感觉是擦伤。车祸地点伫台中南区，驶货车是一个穿红衫、67岁姓廖的驾驶。伊跳事了后，也有落车甲骑士关心。严国警方到现场了后，发现伊反应慢钝，疑因身体不适。 不慎追撞前方减速的2部普重机，造成2名普重机骑士受伤。经查，各照当事人出名救。事后，家属甲警方讲，姓廖的驾驶有中风，怀疑当时是镜头压起来才会出车祸。严过警方讲，因为姓廖的驾驶是家己去予医生看，若是2个受伤的骑士事后要求赔偿，家属或者是驾驶都爱家己提出医疗证明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